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了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。啊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！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！李希啊，李希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！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。